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喺节目开始以前，我想问一下观众朋友，即个想一下一件事情。如果讲，即个对即个嘅故乡了解冇？对故乡嘅历史有了解冇？其实我哋讲喺台湾几多地方有纪念碑，但是很短时间过去以后，一个纪念碑都变成一个比赛。有时就人家都唔知讲要比赛1年来的一些嘛个东西，但是有时间点到来看一下吧，其实要比赛地位蛮可以发展出一个历史，我都变成一个文化的一个基点。你今日有想到係我哋重置乡的古家村乡长，还有我哋重置嘅创业信仰中心天后宫的邱伟文主委，也同人哋讲，一定利用一个比赛变成一个贵创业文化基。我哋马上来欢迎我哋顾家庄乡长。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重置乡长顾家川。好，还有我哋咧邱伟文主委来到现场。主委，大家好，我係重慶村天后宮嘅主任委員邱偉文。像我今日好各位欢迎兩位來到嚟現場，因為我提供嘅企業嘅文化基啊，也雖然講做咗2年、今年第3年嘛，但是其實睇我哋綠隊啊，這是引起一個話題啦，但是我相信幾多觀眾朋友可能唔知講，綠隊地位從此都在扮演乜嘅角色，還有同講，從此睇下嘅歷史地位，有乜嘅幾重點嘅一個歷史網絡講，以可以從樣發展。係咪先一開始係咪先同我哋咧主備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重置也為的歷史。我哋重慶村也破首長也過去喺我哋185年在地對日對抗一個最後一個戰役啦相當係喺地方上一條鄉親針對我哋也過去185年咧，也係最後一個戰役啦，嗰度鄉親冇了解，因為有我哋顧家川鄉長上任過後一次要比較同也過去185年嘅戰役，更加嘅重視，從地方上來推廣也185年過去一條。歷史同日本兵為了守護也家園嚟造成一個戰爭啦第一隻嘢針對我哋狀況嗰度人都完全冇了解故所以我哋家村鄉長上任來千重視也一出嚟推廣也一出嚟進行啦。頭先我哋主備講185年，如果嗰時間日本開始在接觸台灣嘅年啦日本接觸台灣嘅時候，一開始覺得台灣嗰好接觸，但是冇想到喺北部嘅時間，都睇接觸到新竹北部嘅時間，都讀到第100一個抗戰。幾百抗戰其實喺度打到差唔多嘅彰化時間有個彰化會戰，嗰時其實我哋本來綠隊派員上去，但是因為到我哋下淡水海路喺我哋更加俾果平海嘅時候，因為果平海太重，嗰時我哋冇辦法上去。但是嗰時間日本人嘛發現到一件事情，都講其實接觸台灣冇咁簡單。後來亦都派一個國泰嘅將軍對我哋嘅幫寮，撈到我哋南部幫寮嘅地方，上岸上嗰個我哋。南北嚟強下去接觸台灣，冇想到一上去都讀到我哋綠隊嘅組隊，我哋咧家棟嘅片天地當嗰啲嘅路係我哋咧家棟嘅小家，嗰時我哋咧小家有啲半日流之一，後路睇幾時發生咧，後來慢慢地打，都同到我哋咧主備講嘅，都我哋咧火燒政治一，嗰時將火燒政治一嘅件事情，其實對我哋綠隊嘅人嚟講，算是我哋。等於講喺我哋台灣抗日戰爭嘅最尾一個戰役，嘛喺我哋綠隊其實算是傷亡最重嘅一個戰役。咁從要不要按重要嘅戰役睇重置來講嘅話，係有留下某個紀念碑嗎？還是講有某個一個紀念嘅發通特嘅咯？一次根據過去嘅歷史記載火燒上會按到火燒上也係被日本兵兵火燒啦。因為日本兵兵火燒過後已經可以講規個莊都冇留下任何一項東西啦。更何況一條文史記錄嘅東西，包括一條石碑都完全冇存在嘅。一直都冇法度交流下來啦。
咁像頭先我哋咧主筆頭咧所講吼，講像我哋伊啲經驗比，其實對我哋咧台灣人嚟講，話其實嗰度天王嘅有啊，抗日紀念碑啦，乜乜碑，佢做乜嘅？像我冇嘢象徵嘅意思講，唔做話因為講有啲比對，也要從此向象徵有啲幾重要嘅意義。應該安尼講吼，我哋從此向吼作為一個綠隊象徵嘅前隊吼，嗰度我講伊咧，我哋個介紹你講我哋一條後生批，其實講真咧，我哋對一條歷史真係是唔知因為我從因係向中機會係有幾個機會去到我哋後邊去拜訪到我哋一下現任嘅主委吼楊長正主委，有啲講到我哋幾個從此向嘅一條其實我哋有幾個幾好嘅一條文化吼，還有一條歷史，最重要係。我哋有菜地吼，像我哋去鳳陽、台中里嘛，喺我哋從此火燒總年一個抗日紀念碑也埋位咧古戰場吼。如當時1895年發生一個抗日保台最後一個戰役，都會聽我哋從此向火燒總吼。嘛，因為當時這一場戰役會當你犧牲了生命吼，那我們覺得說應該要把一段歷史繼續來傳承。繼續本嚟嘅後台，尤其我哋客家綠隊嘅一條肢體，我哋幾個祖先嘅故事，嘛因為安尼關係，我哋嘛去搶救嗰度嘅裝備，像一條文史工作者啦，然後包含我哋菜地嘅太廟，像火燒總一條裝備，來了解呢啲故事，係我哋希望講本一段文化可以來做一啲傳承，所以嘛。啲嘅咧時間，我哋開始來推動，希望來將嘅咧綠隊火燒總嘅中醫文化節本越多，我哋幾個菜地嘅肢體，我哋幾個菜地嘅歷史同故事啊。好，因為我哋象徵是個人強其實我係送我哋那種年輕世代嘅代表。頭先即個嘛講，其實對於啲人強時代嘅一啲人嚟講話，其實我哋過去嘅事情可能對人強人嚟講，伊哋真係冇乜嘅接觸嘅話，唔知係路唔地。咁這個喺度做象徵以後，這個我們先撇開你鄉長嘅身份啦。對於啲人強人嚟講話，喺度你即刻去接觸到亞洲歷史文化事件，唔好感覺到講，如果講跟以前發生嘅事情同有冇關係咯？還是講我因為講，也係我哋其實上最重要的歷史文化，也係對外國人來講，因為之前冇了解，到幾個去了解一段歷史係，我感覺我哋身為客家人吼，應該要知下幾個嘅歷史，也係我哋幾個祖先流傳下來，你幫我哋幾個客家人感覺講，該有面子，該講用嘅事蹟啦吼，我攏感覺講應該要幫我哋一條後代子孫吼。第二，我哋身為綠隊嘅肢體、客家肢體，一段文化同一段歷史唔可以記唔得，所以我哋啲嗰啲時節第一段歷史係我哋因希望本越多，我哋一條顽皮也好，越後生嘅一條小朋友進來，就第一一啲文化一啲歷史，我哋希望大家共同來傳承，所以我哋嘛用到一啲行動劇場的方式來演幾個菜地嘅故事多開始，我哋嘛希望由火燒總嘅村民來帶領我哋一條小朋友共同來演幾個祖先嘅一條歷史同一段故事，也1895年發生嘅一個戰役嘅故事其實都很感動人心，也能夠讓更多都算佢唔係我哋綠隊嘅肢體，唔係我哋客家肢體，佢哋了解一段故事係，嘛剛剛講其實。我哋祖先個了不起如果講睇一個抗日保台的最後一場戰役，其實就是我們長治，我們六隊在守護我們自己的家園，然後所有的人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一段這個很壯義犧牲的這段歷史故事，真的很撼動人心。那我哋嘛希望可以本越多不管喺哪一個族群喺哪一個文化背景的人。就像誠如我們這一次我哋綠隊300年，我們在推的族群融合，然後族群共生，希望大家一起來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經由了解這個歷史，你才不會去遺忘這一段歷史。我冇要注意其實你說好了吧，說我的那象徵算哥級的啦你會發現講今日談這個聲音呢，佢講人強人講一件事情，我感覺到講一傳承客家話，我感覺到佢感動。當然佢感動啦講好我也食材啦我團象徵
本来对遐历史、遐段历史也无深了解，是因为安尼家传乡长啊，上任过后呀针对遐段历史啊，有去深入的了解，包括学委会啊这边也有在同安尼指示讲也有过去一段的历史，同安尼乡长提倡，司领导讲安尼乡长啊，感觉讲也过去安尼地方上的也着先烈先师，安抚出来疏忽也开良土当然也开良土，佢无多家无虽然战役无成功来讲啊，但是毕竟表现出客家人的精神同日本兵对抗虽然牺牲清太，一段历史也特定安尼继续传承本安尼后代的子孙也甲客家子孙，客家人地底也传过去的历史，同也过去的故事啊安尼。故事上安尼伊的想法开始形成以后，你几时替的上做迄物呀？替的上做迄上希望讲，伊变成伊的法通哈，还是变成一本书哈，还是变成伊的普通的乡长有讲迄个行动剧，行通强用的一部分安尼乡长伊亲有心啦，伊都先对安尼地方上指听也地方上的也自治化是先听也自治化过后咱来推广也着文化节也文化节呢，当然就用安尼也过去也最后一场的战役也主题来做伊个主轴啦来推行主要目的嘛是希望讲传也过去的历史推广本全台湾全世界客家人地底过去安尼客家人的精神按拥护到地方上的也家人虽然牺牲清重态但是呢不过嘛是亲用心的守护也家人从此的副首长是我们台湾抗日保台最密伊的战役的地方。从此乡公所为到也为归创业的战役，也喺度成立的文化节。文化节的歌唱很样咯，休息一下无？等下我哋咪嗰度讲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嘅，1895年日本人佢开始爱接触台湾嘅时候，伊哋最密伊哋战役都听下哋嘅从志祥嘅副首长。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都听下哋从志祥嘅乡长、顾家传乡长，还有我哋嘅邱美文、我哋嘅朱美伦啊先生，因为伊哋办嘅伊哋有关于副首长嘅综艺文化节。一部分我想摸一下我哋嘅乡长，因为其实即个嘛很人强人嘛我嘛提讲其实也纪念喺台湾嗰度安嘅文化节。但是也文化节佢贴配都讲，唔系用伊的战争做伊的主题，但唔好想到讲，我让我把真正嗰种该严肃、冇到嗰种该抵抗嘅嗰种主题，变成一个客家人去接触嘅文化节嘛。因为我哋拢，我哋也后上批也在试台坦白讲来讲，我哋拢刚刚讲如果是要把它变成是这种死板板的烙印式的这种，就有点像在背历史的这种东西。不会让大家记忆深刻，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文化祭可以带进更多的客家元素所以我们在举办一个综艺文化祭的期间，我们就去跟很多的客家的这些团体的老师们请益然后跟他们讨教。那嘛，他也很感谢今年关于系统的天保某从我哋也作用看到一个办法我哋都。利用我哋几个菜地，我哋从事的这些材料花材然后就请了我们在地的这些长辈，他们会教盘花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就来做体验也在体验的会，我们让更多的长志的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国小的小朋友，然后跟我们社区的长辈一起共同来老幼共学，来传承我们的客家盘花的技艺。来乡下来插盘花，利用我哋几个菜地的
这个素材哈了粥啊，我们插完的这些盘花呢，就会拿去供在我们的忠义文化祭的烈士祠来纪念这些我们的先贤呐哈。那俺看到一个立马部分就是斗笠哈，我们都知道传统我们客家人很多都是务农的，那很多人一定都有斗笠，如果立马哈，我们就把那个客家的元素，把这个剪贴拼布，把它就是贴在我们的这个斗笠上。那很多的体验，包含我们的客家蓝染哈，我们也到社区去，然后也是把这个蓝染的部分，让所有的，我们也有开放给外地的人，只要你在这个我们举办忠义文化祭，我们每周一个课程，来报名，然后我们都是用最在地的一些素材来做，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环保灯笼，其实注意看到这些灯笼哈，如何俺的瓶盖，我们把它串起来，就是做成一个小灯笼。那当然就很感谢这些创意的老师哈，他们来带领着我们去做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客家的小东西。那我们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不一样的东西，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突破啊。像我们今年哈，先跟大家爆个雷哈，今年就会跟前2年又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像我们今年可能就会多加了一些像古时候的古铜碗，亦或者是这个彩绘灯笼。我们都是希望每一年的活动体验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当然也要保留一些传统，就是我们客家菜梯记忆深刻的这些长辈，他们觉得像我们在各个宫庙，只要是我们客家人的宫庙，你一定看得到，一定有一类客家盘法。这些盘法记忆，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些晚辈，我们不去传承，不去教导他们，这个东西这个记忆有可能就流传了。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这次办的这个忠义文化祭，有懂道的也都欣赏，头两都给大家学生的包含幼儿园的园长都开着娃娃车，带着这些小朋友来到现场，一起来体验。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这些小朋友或许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不是那么的懂事，知道说这是什么。那亦或者他也是把它当成是在嬉戏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我觉得从小让他们去接触到说，这就是我们传统扎扎实实客家的一个传统的记忆，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我相信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这将会是他们最甜美的一个记忆点。对，如果其实像你在按呢，几年所谓的主题的文化祭哈，比如讲以战争嘛哈，战争文化祭，但是你用一个多元化方法哈，多文化方法去介入去以后，但是我哋还是冇记唔得讲，其实也等于係味道我哋保向味土。好，嗰就等於講，亞嘅文化祭本身來講嘅話，唔單止有我哋講有娛樂性，同時有傳承性，幫我哋客家文化嘛，比方睇地位，最重要有經驗性。好，有真係如睇亞嘅東西地位，把我哋最重要我哋嘅心意，透過伊嘅辦法來感受到我哋嘅生命。佢將我哋講我哋嘅主味嘅田後國興，其實我哋從事嘅重要嘅伊嘅信用中心，咁對伊嘅我哋講信用中心嘅伊啲主味嘅角度來講法，應用嚟看亞文化祭啊。亞文化祭主要安尼啦安尼喺推廣亞文化祭，主要都從1895年過去嘅最好也係創嘅展現過去嘅歷史來表現俾現代人、現世人來了解更加文化過去我哋也接觸發生嘅事情當然透過一條過去嘅展示冇法度一一表現出來，當然都連結目前更加我哋客家鄉鎮當然也都係連結地方上連結地方上本一條也要學生嘅也好也後生嘅也好甚至於一個長者也好出嚟參與嘅時節嚟加頓一種參與俾人哋得一過去嘅文化俾人哋得過去嘅文化過後我哋用一條辦法嚟見一啲過去嘅祖先見嚟乜比較佢容易接受啦，佢容易接受到過去嘅歷史發生一樣嘅情形安尼呢我哋也慢慢地可以推廣也過去嘅歷史對呢灌輸喺佢見喺記憶裡面俾人哋下擺對睇死本共樣談論到嘅時節，也可以對一方面可以侃侃而談啦安尼。
因为头头我哋咧向中講到講，你用行動劇嘛，其實有一種佢現代嘅方法去做一件事情。咁你嘅行動劇，你想去做乜東西？你表演係乜嘅？我哋因為我喺10年向中期間都有一個我哋客家的團體叫哈旗鼓，他有把這個1895年我們這個抗日保台的這一場大戲上了國家戲劇院。那他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跟感受是說，既然這個劇團可以做演出，那我們是不是由我們自己在地的鄉親帶領着我們自己長治的這些學童來演出自己祖先的故事，是不是更顯得更有意義？然後在我們的這個古戰場這個地方，然後我們就去拜託我們長興天後宮跟我們長興社區的社區的理事長、村長們，然後整個社區就很感謝大家攏過投入同安尼底下個社會同學，今日都共下來教育的學生呢，來演一個我們火燒莊這個1895年的這一場戰役，然後這一場戰役的演出之後，也獲得非常非常多，不管你的族群是來自哪裡，他們看到這個行動劇的演出之後，都非常的感動。其中讓我覺得最感動的就是說，當天我們在演出這個行動劇演出之後，扮演這個邱鳳陽大總理後代的這個我們的賴老師，竟然那個邱鳳陽大總理的後代他們竟然要求說要跟這個飾演他祖先的這個邱鳳陽大總理的這個長輩，就是那個賴老師要行跪拜禮當然這個賴老師到時候沒有同意啦但是就是演出了這個劇嘛，真的讓好多的人去勾起了他的那個記憶點其實這個東西我們就是希望借由非常多不同的文化的面貌，能夠帶到各個不同的面向，各個族群的人都願意來參與，然後進而參與之後來了解這段歷史、這段文化。等於如果我哋咧賴先生，伊真的是做過好嗰陣那邊伊也要我哋講邱鳳陽大總理嘅後代，如果感覺到講，等於如果伊也要祖先，嗰種我哋常都提過如果感覺到講，伊把以前祖先做過事情全部嚟點出來，但是問題係，我想問你講，像人哋做過也要伊啲行動劇以後，伊嗰種講影響力咯，唔知佢有觀察到嘛冇？應該嚟講我哋一個文化制度開始期盼的時節，因為伊係聽我哋客莊、客家故事。我甘肅最前面都開始睇推廣一個發通的時節，因為我哋幾個戲曲也好，主持人也好，講嗰種講客話。當年我哋從子鄉嘛係有火爐莊，那火爐莊咧亦就米代表啦講火爐莊嘅鄉親來到嘢會講你攏講咧講客話，攏聽冇？你睇講乜嘅我哋聽冇？希望我哋要求我哋講今日聽嘅是咧語言像火爐話啦國語啦但是我哋個堅持我哋嘛希望講也係在地嘅歷史都發生喺我哋火燒莊，也係客莊又係我哋綠隊嘅一台盛事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們還是希望以客語的方式來呈現。那第一年辦完之後，在第二年我們在舉辦的時候，其實這個問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即使你聽不懂這個語言，但是你可以用心去看，用心去體會。第二年我們在辦這個行動劇的時候，剛好遇到下雨，落雨落一個太但是我看到嗰度家長也都鄉親也都小朋友他們並沒有因為下大雨然後退卻，反而是好多的人這個也是讓我們在現場所有的演員，包含所有在現場的觀眾，大家都非常的感動的地方。伊啲客家人佢參加，同時講喺我哋社區、我哋故鄉地方故事行動劇，其實伊本來都可以代表我哋社區，同時伊嘛會影響到、感動到幾多人。有時下等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向上同我哋注意，
同人讲，伊咧佛手这个综艺文化节时发生了个有时候神奇的故事。一部分嘅小问题还是显什么滋味吼，因为头头有讲自治条例的问题，我就想讲，做乜个派的法通而受自治条例的一件事情。俺哋地方上受制啊自治条例啊吼，当然因为俺哋属于前队，前队啊又有分俺哋重置乡以及联络乡两个乡为前队啦吼。啊，当然也自治条例咧，俺哋制定下落去过后咧。对于俺哋重置乡来讲，迄一个历史一个故事，创乡以来一直都无安尼自治条例啦吼。啊，今晡有退保会来监督俺哋乡公所，乡公所他赶紧来表决通过也自治条例。当然，如果纪念到讲也过去1895年喺11月11号发生也战役。啊，同时呢，俺哋更加呢对地方上，尤其俺哋喺佛手庄、重庆村、重置乡也这样嚟讲，如针对每年的11月前后1礼拜左右啦，俺哋都有举办也文化节，也文化节呢，相同有长达2礼拜时间啦，对地方上来讲呢，本佢有一个纪念性的意义啦，咁總講，第二個自治條例，我哋咧建立以後，咁喺幫我哋判法通嗰時，你會有某個特別的一個布置係咪？我哋一下一個自治條例通過後，我哋如果睇一個戰役發生的一個時間點，Q6嘅11月11號，我哋要睇一個時間點掛出屬於我哋幾個重置鄉作為一個火焰旗。火焰旗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以火為意象，因為這個村莊被放火燒掉，火燒莊，所以我們有一個火焰旗。那介於這個活動，我們推出了非常多的一系列的軟性的活動，像我們剛剛提到的盤花啦，這個包含我們的創意斗笠啦，等等。但是像我們在去年度，我們還推了一個，就是忠勇宮搭配我們火燒莊、佛手莊這個媽祖一起做繞境巡禮的這個活動。我其實第一次辦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們也一直怕說鄉親的接受度是不是會有一些疑問。但是我感通的是，我們繞了整個我們長治的客家村家家幾乎都把這個案桌都擺滿了這個貢品然後來祭拜我們的忠勇宮。其實那一場的活動，我們繞境繞到從早上一直到晚上，其實我真的好感動。因為也很感謝我們的主委整個全心的投入那一場的活動，動員了非常多的人，而且好多都是自願參與的連大朋友小朋友，包含也有把我們客家的傳統這個挑擔的活動，也在繞境的過程中把它展現出來。這一場活動，我真的覺得真的扎扎實實，讓大家有感受到我們真的對於這個活動的付出的這個用心度，所以我也很感謝大家在那一場的活動，也好多人來投入，更多的是我們這些客家村莊的廟宇，他們的祖廟的大教也都出來參與繞境我真的覺得這個是一個創舉因為第一個是我們的忠勇宮出去繞境，它不是以神尊的方式，是以牌位的方式，而且它也做了屬於自己的一個教。跟着所有的大廟，宮廟的這個大教，然後有神尊的這些神像，一起來做巡禮，讓更多人來了解我們的這個忠勇宮的這個忠義的神事蹟啦，讓更多人來投入更多的，不管是你來自於哪裡，一起來參與我們的活動，借由這個活動讓大家知道，我們重置佛手莊有一個綜藝文化節，有一個部分感通的地方。因為同我哋北部嘅移民文化無強嘅地方，你講我哋南部嘅忠勇宮，無從北部我哋有一個移民嘅一個，我哋講祭祀圈，你講他跟以為移民嘅來創呀。其實對南部來講嘅話，其實長期以來我哋對忠勇宮我哋表我哋心胸，但是其實我哋真係冇乜個具體行動力。但是也見呀，慢慢的有幾多鄉鎮，因為講其實也有人真是喺我哋保護一塊土地嘅人。
可是慢慢的，如果听我哋过多位老紧的时间，好，我哋会听，譬如我哋的马祖啦，好，马祖我带动我哋中用工啦，还有其他泰西种嘅庙方嘅嗰度神橋啦，腔下來老狀。本他間人去腔下還記得講，其實當初我哋保護我哋綠隊嘅，唔單止係個主義鬼事件、女雙門事件，我哋後來日本人就接觸台灣嘅事件，其實也就真實係我哋嘅保土為民嘅一條，我哋嘅先民，真正我哋嘅重用功，唔單止係伊啲排位。其實你睇我哋鬼真真切切嘅我哋嘅祖先啊，吼，可是應該講冇在表現表我哋咩方地方，我哋嗰種鬼人修養嘅，吼，用我哋愛用一啲文化方法去經驗咪。其實我地方我哋咧象徵吼，其實我哋從此上有一啲。當時都有啲口號啦，一個米存啊嚇，有啲飛本。我哋地講其實從事上其實我行啊嘛差唔多啦嗬。咁我地講其實也飛本地方，因為後來有幾多嘅客家村莊嘛，嗰客家村莊地方係咪有講到這個歷史嘅也飛本嚟啊？就像我哋睇講嘅火燒莊哈，我哋錄一個繪本哈，它叫《煌煌火燒莊》。那這個《煌煌火燒莊》當時我們哈旗鼓就是以《煌煌火燒莊》這個繪本的故事呈現，然後上了國家戲劇院。那後來很多人就是看了這個《煌煌火燒莊》這個劇本，我相信我們的主委哈，包括我們代表都知道，包含我們長興的社區也有到我們的六堆文化園區去演出這場戲劇。那我的中英文化季在舉辦的這2年。第一年也是由他們社區來演這個《煌煌火燒莊》的劇本，到第2年去年的時候是社區跟德協國小的小朋友一起來合演，到今年就已經有學校跟我們提出說，他們希望整個學校的師生要一起來演這個《煌煌火燒莊》的劇本。那我其實都樂觀其成，而且我也很開心，是說，也的部分你。就是因為有受到關注，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願意來投入，然後來鑽研這個故事，然後找出適合的人物誰來演。那我希望是這個劇本的故事呈現，除了我們看到這個故事的呈現是活潑生動的，讓更多人願意來了解，讓更多人願意來投入之外，我希望能夠帶領的更多不了解這個故事的人，甚至不了解我們這個地方的人，大家都可以來我們這個地方了解我們的故事。因為我哋從之火燒莊真的這一段的歷史，真的是讓我們覺得我哋周圍一個什麼一個客家人是該有面子的。其實我想問下注意吼，你看像你這個係本來係田口橋嘛，田口橋本來如伊哋算是我哋客家人幾地嘅，嚇，幾有名嘅神尊，嚇。但是見看我哋想象，其實看上來其實伊幾想係把從之上嘅火燒莊嘅歷史文化變成我哋一個幾重要嘅重點嘅發展吼。像你這個本身嘛係一個宗教嘅一個主義嘅角度來講嘅話。因為講像我哋用文化來帶動到全上嘅發展嘅方法，你有乜看法？我認為幾好，也用呢行動機啊，對講啊，可以全面參加啦，全面來參加前年下啦，當然對我哋愛團結到過去發生嘅事情，來推行本客家人哋，當然安尼。比任何一種廣告文宣的宣傳都還個好啦，有客家參與，睇用行動機來演出，安尼時間客家人演過後啊，會記喺心底度嘅，甚至於嗰度一擺，我哋一2年下來呢，1000多人做觀眾嘅人，看到我哋喺演繹行動機嘅時間，變得咁樣嘅，主動報名啊！希望講今日下一年度要參加嘅機會，尤其係我哋本莊嘅村民，本莊嘅村民因為講難得我哋火莊過去係一場最後一場嘅戰役，對日本兵很激烈，雖然一道過去嘅歷史安尼犧牲，更加今日現咗古來香港安尼。扮演一道角色來演出也過去嘅歷史啦，你冇感覺到幾講用？感覺嗰啲講用啊。因為我哋講而家嗰度嘅象徵嗬，希望用文化之來帶動也文化。你這個其實已經做咗2年，做第3年啦，而家成果嘛做咗幾好。
你迄么有乜嘅建议无？你讲即个，我哋讲辛苦谈啊，吼，经验谈，我哋咧就讲，海邦我哋有到乡镇，伊希望讲用文化之来带动伊即个乡镇地位文化伊的一种发展的话，有乜嘅建议无？我感觉讲，首先我请到去甲提set，就是讲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一窝蜂的跟风，就是说人家办什么就跟着人家办什么。其实我们感受最感同身受的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文化祭，它有传承的意味哈，就是说包含俺们的也得农历的11月11号，我们在这个忠烈祠的部分哈，我们有举办这个传统的这个祭祀，按照古礼哈来做这个祭拜之外，然后我们也这2年来，我们发现很多是不是只有我们长治，甚至于。我记得去年有一个来自于台湾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特别从台北下来研究这个故事。那我们办了几天，他就跟了几天哦。其实这个活动让我真的觉得可以吸引到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包含一些文史工作者，他们都愿意把自己手边的工作放下，来到这里来看这一场活动，来钻研这一场活动。看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来投入、来参与。我也借这个机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国所有的客属的好朋友们，除了是客属的好朋友们，也是不同族群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一起来我们长治来漫游，来长治了解我们自己长治在地的文化。在这里欢迎大家，谢谢大家。今年喺6隊嘅上幫人，喺6隊葵莊嘅上幫人，同時睇我哋嘅副校長來講，嘛係幫人這件事情。但是唔管樣嘅，其實我哋發通如去經驗到我哋當初，我哋保護一塊土地嘅先民。但是當然，由於咧我哋嘅鄉長、以鄉之長，以用文化方法來重新，本他個人去記得一件事情，本他個人更加以後，同埋我想起一件事情，其實冇鬼冇簡單嘅事情。咁我哋今日佢感謝兩位，我哋嘅鄉長，還有我哋主備來到現場。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先生來圓通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的嗎？請放起來，同永清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係伸展瑜伽，能準備好的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的哦。今日先生要教我們彈地帶哦，同先生後背，拿出一個長長的手架，一手架個特別哦，有彈性哦。咁冇彈地帶呢，唔怕，嘛可以用冇足到的襪同褲襪來做代替哦，然後來做暖身運動的哦。準備好誒，將呢同個彈地帶打開來，好，2隻手做一個鉗，然後做一個划船的動作，好，腳打開來，第下面划船到上面，2、3，可以發盡量同動的腳趾再放起來。佢中間，更加來彎片，來划船。聽到先生慢慢地做，做唔到，要坐呢方可以休息一下。
好，过来中间，好，来做一个上下，从食材拿论方向盘。加上个脚切条，接下来长筒个弹力带塌方来，好慢慢的坐下来。弹力带带咧活结，好莫打死结哦，等下会用唔好哦。应该可以面侧躺，这上面手下，好，加上那手伸出去，松下。手温软可以放下来，好，我刚刚你的身体莫晃来晃去哦，骨盆要稳定，都是手放来，继续做。好，来弯片，应该弯另外一片。一样侧躺，如果刚刚安尼也会更软，你可以规个面度，好，可以规个面度，一只手柄喺胸口前面，好，手下，手下。假如弹力带呢，右边有一个阻力，你的脚会更软，更大的力量去训练你的脚的肌力。好，来更加都是让每天来行，好一样哦。你的手可以放在你的下巴，好，你脚。伫後背踢上去，每隻腳來做一下2、3、4、5、6、7、8、9、10，點解我哋慢慢的重新移到另外一片，好，來同咧另外一隻腳踢上去，3、4、5、6、7、8、9、10，好，慢慢的過來，好，放起來，來做一個延展。一節一節放起來，好，更加同咧另外一隻腳可以，好，它放落嘅，好來同安尼咧腳，先安尼邊，好，再伫後背腳放落，邊
伫迄個放後飛燕哦。做停留，做唔到唔怕，你可以一直輸入好誒，安尼都可以誒。可以呢，兩隻數，胸口打開來，好，慢慢地過來，往側邊，好，你腳可以用喺前面，旁邊，側邊。唔可以唔怕，你用你嘅左手拿輪，另外一隻手拿過，可以兩隻手拿輪嘅彈力，做一個停留，4、3、2、1。好，慢慢的過來，來彎片，好，你腳正前方腳放來，可以呢，慢慢的可以往後拉，另外一隻手，身側像小飛燕用的。閉上去，歸來正面，另外一隻腳可以到正面，好，旁邊勾腿。再慢慢地兩隻手做停留，好，來複習前面的動作嘅哦。而家來兩隻腳，睇你先生同下做哦。好，來彎片，一樣喺上面貼上去。頭先上有講，唔可以抿下去，好像已經暖好身了，你就可以撐起來。好，再來一個後踢。彎片，好，慢慢地起上來，同個彈力繩拿上來，好，起起，跳起。今日嘅動作你學會嗎？學會嘅嗬，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